个啊，我就会，家教会我家下都我的爷，那我主要把它嘞，家把媳妇我给就这下把就个了，有下把夫家来给个我给了，就是女就过来，家要嘛后个原来要那次有，家底下那次有有比的家家底下。那个的那个爷，我们朝台那地方做的，朝台那嘛木嘞，朝台那在做嘛木，比朝毛不行啊，都改就过来。我们这样叫过来，那次有包，才过那次有包。走路的嘛叫的，走路的嘛叫的叫个来起才个叫个啦。不对，人家就不去发叫，要不干的起来洗来，不干的起来洗来，周围，那次也包干啥啦？的起来洗来嘛得了。电路走过来对马路好，对墙它对了，下了嘛对啦，那就是开的很多对过来，偶尔把俺们出口的把船就叫个了，要你现在把俺们出的，偶尔也对顶个对墙的壁顶个把老个的，这个要叫还得那次也好，别就用那次也那得做。啊，别为讲不能干，人家弄出来慢慢的就下面，弄出来呀，就下面呢也还有下面嘛。你包括嘛了嘛了嘞，说给大妈了，我们就嘛白菜，你白大了，你修掉了哇，我们路在这不大走过，他然后我过来不苦他白，然后你嘛说给大妈了这个你啊，也看白菜你白大了，这个说给大妈了，我不要这个，需要那个不叫，这边家里嘛大了哇，我讲嘛大了就上大，回家了妈家妈不叫，大概是个毛抓了，就得放下，比个这些。修干，我教了班那个教我在哪个的，不是我就教，我想搞好啊，对头。来，你说了不好嘛？还这个要好，我个来家怎么教？都我解决掉那个，那过来这个这里弄的，家怎么教？你说这个边能够教的，我就在家，比如那对好嘛，那干不干干的，就家比来说，那一个办的，家比嘛个好看，那一个。要米的要两条货物，怕哎嘞，假币嘛啦，要看我假币我别的噻，我们那里面那你可以的假币的，好肉的是好肉，这是你好肉的家是么的，要白么的，就搞不么，要白不对，你说了不光马开车了，要个，你都俺家了，我家了，吃起来是给毛的噻，他不人家他就不好了，不好了嘞，是给。就别就搞好了湖南，那不比的，好了湖南比嘞，是搞了湖南嘞，还是好嘛，马出来，对哈嘛，他这那家嘛那是，你是给还比那个经济开，好了湖南，少在那个开，那个好开个叫他好了湖好啊，就好那要就好，他不用到那里就好了，要嘛家嘞，好了湖你嘛哦，我个叫他好了湖了。那我要什么呢？好了，我哪去办嘛？人家弄啊，我那个嘞，我那边个嘞，弄啊叫的么？为啥？比如讲啥？为啥不拿那个家弄啊叫的讲？弄这些的干，为啥不拿那个嘞？弄好在这么还是为啥不拿那个嘞？弄这些的干，还是为啥不拿那个？也看，弄叫的就得把这为啥个比如呢？我看比的，为啥这嘞？弄啊都为啥把一点的这个？为啥那个拿那个也搞好也搞好的这些，为啥不干的不对的那个？为啥那个拿做的不是么子？这些人呢？为啥好了单位路要好嘛好？为啥搞好建筑？为啥那个我给这点的？为啥拿过来？那你看是这样的，要把要米，在为啥不拿的在看？那些发牌就，原来为啥不拿的在那家里要把人牌就好，人家为啥那个的？我家大的那个，家大的我家大的，我刚比那个谁，给不是不好了。你像物价，人家不排了，好了我们打法比那个要好，大家的，我们是这样好了我们那个高，然后好了像我们家的这边吧，然后我家大的嘛不能也干，家大的嘛不，然后叫大的我就家大的嘛不像，我们家的他把那个忙了那些。啊，这个那个家啊，也把你摆什么，咱这些人啊，都干不出去，对吧？你是个人在不能话，反正是在家里不老有，